各位朋友，我係 Billy 啊。有一段時間咧冇同大家見面嘅啦。咁今次會同大家分享下咧 A88R， 其實個油壓咧係可以好快咁樣咧係加油嘅。有時我哋唔使成日換晒啲油嘅，有時可能就係淨係用翻嗰隻 number 嘅油。又嘅感覺上係有少少漏油嘅。所以可以玩之前我哋加少少油，亦都希望咧係好快脆。今次咧。我有啲辦法咧，係容易啲加油嘅，即刻去片。我首先咧就喺個油壓上邊咧畫咗要轉嗰個記號先啦。沿住呢啲記號咧，我就每一個位轉1.6mm 直徑嘅窿。接住落嚟咧就加2mm 嘅螺絲牙啦。然後咧，我用一啲唔用嘅瓦叉嘅針口紙咧，製成一啲戒指咁嘅形狀嘅嘢啦。呢啲戒指型嘅針口紙咧，係用同嗰啲螺絲一齊使用嘅。叫做完成咗一個部分啦。嗰啲螺絲咧，你見到咧就唔應該咧干預到嗰個油壓嘅喐動嘅。同一時間咧，佢哋又會冚得實，啲油咧就唔會喺嗰度漏出嚟。為咗唔拆個油壓出嚟，我都想 check 到嗰個油閥嘅出入位啱唔啱咧，我就製作咗一啲咁嘅零件啊。我希望咧可以咧喺平時行車之後咧，就咁插啲支入去咧，就 check 到嗰個油閥嘅出入。後來咧，我發現咧用一支大頭針咧，亦都可以 check 到嗰個油閥嘅出入。我發現咧，我淨係需要呢4樣嘢咧，就可以幫架車加油壓油咯。如果開始加油嘅時候咧，我就首先擰走1粒螺絲先，應該都好快嘅啫嚇。接住落嚟，我就用支大頭針咧去 check 下嗰個油閥咧係咪喺正確嘅位置咯。如果我淨係拆1粒螺絲而喺度咁樣好似畫面中咁樣加油咧，嗰支針應該係會因為壓力咧逼出嚟嘅。我咁做咧係因為如果嗰支油閥入咗去嘅話咧，我就用呢個辦法逼翻佢去正確嘅位置。如果嗰隻油閥係出咗嚟嘅話咧，我用支針篤翻佢入去咯。好，到到真係加油嘅時候咧，我要2粒螺絲都拆晒。喺其中一個窿度加油咧，啲油應該由第二個窿度走翻出嚟。有時我會見到咧有啲泡走出嚟咧就最好啦，即係話咧我逼埋啲空氣出嚟。入完油加翻嗰2粒螺絲咧，應該你用支針咧可以再檢查下個油閥係咪喺正確嘅位置。成個入油嘅過程咧就係咁完成咯。加工嘅時間咧可能係有啲耐嘅，但係咧如果你整好咗之後，你每次加油咧可能只係5分鐘、10分鐘，好過你成個拆佢出嚟又由頭嚟過啦嚇。今次係講加油啊 A88R， 下一次咧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可以將一個 A88R 或者 A88改成一個直軸嘅車。而家我哋買唔到 A78㗎啦，希望下次再見。